好，你一起步嘅時候啊，前面快閘嘅嘛，紅衫紅當當啦，出邊呢黃衫嘅東方魅影啊，埋邊有一對啦，粉紅衫劍無情走上去，內欄志在福星啊，出邊呢仲有隻朗日雪風啊，進佔第3位啊，外邊第一跟住個第6位綠衫係海船幸運啊，內欄第7位嘅馬呢，咁啊仲有呢隻走2踏喎，黃衫啊江南城啦，響外邊啊球王啦，出邊嘉應威風啊，後邊個5匹馬啦，大眾經典響尾5啊，銳一咁啊淺藍袖響尾4，大面褲嗰匹啊，後邊3匹馬連連歡呼進先生，暫時殿後武林至尊嚟嘅。好啦，過咗呢個800米段處啦，劍無情就埋邊，朗日雪風啊外邊啊，跟住第3位就東方魅影，內欄第4啊志在福星啊，中間第5紅衫呢就紅當當啦，全程外搭啊，外邊綠衫白帽仲有海船幸運啊，內欄黃衫黃帽大約第7到啦，仲有江南城啊，外邊嘉應威風啊，後呢個馬匹有球王啦，等內欄啊大眾經典啊，掟出去外邊嘅馬有一對㗎，銳一大面箍淺藍袖嘅，跟住佢後邊仲有隻武林至尊啊，最後300零米啦，前面透出嘅馬呢就志在福星啊，外邊追上嚟有海船幸運啊，中間黃衫夾住呢仲有東方魅影啦，出邊追上嚟嘅馬仲有隻銳一啊，響埋邊位置呢就朗日雪風同埋江南城啊，最後100零米海船幸運兜咗個大彎都已經係突圍而出贏出呢場賽事，志在福星第2啊，第3名呢外邊有銳一，第4中間有紅當當啊。結果今場賽事咁啊，呢隻海船幸運基本上都全程俾人頂咗喺外搭，順其自然地發揮，都一樣能夠力壓都跑到啱晒嘅志在福星啊！第3名呢係銳一，第4名紅衫中檔紅當當啊！海船幸運，黃寶嚟幫師傅賀賢呢就贏馬啦，後尾佢都落飛嘅，跑第2名志在福星，銳一大熱門保住個第3，紅當當跑第4。好嘢喎！都諗住佢攝唔到，佢真係攝唔到都贏喎。10磅啊，好重要啊，真係。咁啊，黃寶嚟同